大家好，我係田家長，今日玩 Roblox 恐怖電梯，我會分3期拍呢個香港電梯嘅係就係咁。跟住等個位置遊戲好玩咧，因為佢遊戲都簡單，佢拎個金幣淨係玩小型電梯，總之唔死咧就可以拎金幣。就係咁。跟住咧，因為咧佢好你好嘅話咧，如果真係好中意玩咧，例如我好中意玩，跟住用咗 R 幣買咗嗰個 VIP 通行證。跟住我唔知講乜嘢，睇住我玩先啦。就去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